叫我小谢，要不要看一下我的简历？啊，不用了。你想学习什么呢？哪方面的？我一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，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，就从头学起吧，打杂就可以。好，那我想想。这样，婉晴，你进来一下。华姐找我。这是小谢，到我们杂志社准备来学习的。哎，你带带他，我想安排他做一下行政助理的工作，你带他熟悉一下个人岗位和职责。好啊。OK， 你先出去吧。Rock。华姐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谈谈伊利广告合作的合约细节啊？是这样的，上次客户也谈到过，说现在是时下年轻人最爱喝的一种饮料，是保持健康好身材的。这样，现在几家杂志社都在竞争，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合约上多下点功夫。还有，大老板急找我中午跟他吃个午饭，好像说有新的股东要加入，不知道是喜是忧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哎，baby， 创创，你的头发可开叉了。王晴，帮帮我好吗？千万别让万华姐知道我是谁，好吧？我现在只想在这儿好好工作，给你当助理，成全我吧，啊！你说乔金帆怎么能让你这个样子出来见人呢？他允不允许不重要，我已经不会回乔氏了。为什么？他把我开除了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又去夜总会泡妞。泡妞？我跟他说，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你的夏婉晴啊？他跟我说：“你别管我的私事。”我怎么能不管呢？啊！我就去拦他，我一拦他跟我急了。好，他跟我火了，说我碍手碍脚的，以后不要再跟着他。好，我不管，就把我给开除了。没关系，我辞职，我不干了。没关系，我早就料到了，做跑腿的总会有这一天的。万晴，什么都别说了，好吗？我不需要，真的。我现在只想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干活，好好做这份工作。但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被乔氏开除的，我也不想再被他们开除一次了。张张，你的发型难看死了。Rock。窗，下午茶，咖啡，快啊！乔总，干嘛？这是凌天商务计划的报批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2个星期前我报上来的款项还有几笔没有结算？不会吧？会不会是程序上出了错误啊？没事，你去问一下那个刘昌，就那个会计最大的那个。财务那边我都已经跑了好几趟了，他们说有些文件在你这儿还没有盖章，流程上还没有收到，所以不能罚款。我过来想了解一下。行了，我帮你看看，处理好了我找人通知你。乔总，我进乔氏是来做事的，我只想把凌天计划好好完成，为你们乔氏争取最大利益。这个我知道，你没看见全公司的人都在配合你吗？是，我很感谢公司对这个项目的支持，
您可能没有做过项目，您不知道。项目一旦启动了，资金就得跟上。如果资金没有跟上的话，那么这个责任谁来承担？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被人打过了？我是怕有人想公报私仇。说完了。卸窗！卸窗！放下手里讨厌的工作，休息10分钟。嘿，来，我呢，平时就喜欢吃辣的，重庆人。我在这儿是一名摄影师，因为要攻防，所以我每天都得自己带盒饭，这点就不用麻烦你了。来，谢郎，哎，谢谢。我是上海人，不好的、不精的不要给我买，哪家店是地沟油做的，我一吃就知道。所以我的美女厨房专栏才做得这么出色。以后给我买好吃的，就当交学费，懂吗？懂。谢谢，谢谢。如果你想每天喝免费咖啡，就告诉我谁是你们的女魔头。华姐嘛，有她在，这50%的工作就已经定好了。婉晴做了25%，还剩下25%就由我们来分。太努力会招人讨厌的。哎，啊，拿好。啊，好吃吗？小谢，谢谢你巧克力啊。不客气。巧克力吃完之后心情会很好。你要想吃以后告诉我。你人真好。宝贝儿，你是负责……哦，我以前是做名人专辑的，只有访问的时候才写。现在为了销路，都得先偷拍报道，然后再做下期的访问。没办法，谁让市场转型呢？连华姐和婉晴都得适应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不跟你说了，我得工作了。来，拿好。谢谢。你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谢，新来的。以后你们有什么想吃、想喝的、想玩的，就告诉我，满足你们一切要求。掌声鼓励。谢创今天没来公司，其实他已经3天没来公司了，打电话也关机。没事了。结也是死，不结也是死，那我就不结。喂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刚刚那个莫凌天跟我说财务要盖章，当时不是你负责的吗？他说让我负责，赶紧给我死回来，快点！凌天计划的文件已经盖好章，放在你办公桌第1个抽屉里了。范，我现在人在澳门。澳门？吃豆牢啊！马上给我飞回来！听我说，我爸在澳门赌钱，输了好多，他就去借高利贷，还不上，他被追得好惨啊！我过来救他，没想到他们打断了我的腿。医生说我不能乱走，否则我可能会终身残废。什么？这么大的事情你现在才告诉我啊？你现在怎么样？我不能说啊！我说了以后，我爸爸在乔氏的面子就保不住了。我也是走得急，本来想早点把事情办完就告诉你，没想到。没事的，不用担心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你，等我。不要，乔氏那边离不开你，你不用担心我的骨头已经接上了啊！医生说我多休养一阵就好了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张扬出去，好吗？不行，我不放心，你等着我去找你。胡说！你走开了，谁盯着穆凌天还来选？你听我的，一切以大局为重，我不会偷懒的，我会找到网络和电脑，好好继续工作。没事的，你等一下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范，医生不让我说电话，我要挂了，你自己多保重，好兄弟。
喂，求名叫我恨你，我恨死你了我。壮，这。请。喂，你办事效率怎么这么低啊？哎，你办事效率能提高点吗？这辈子我最讨厌等待了。好，另请高明吧。壮，坐下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礼下于人啊？啊？就你这耐性和脾气，怎么和别人相处？怎么当领导？怎么服众啊？现在不就在学，在秘密练兵吗？你快跟我说说，那杂志社到底怎么样？靠谱吗？好好听啊！啊，在采访方面呢，王丽丽有一定的经验，但是积极性不够，所以只能留在编辑部。但是也不是不可以，简单一点。好，简单点啊。两个重要人物你要记住啊，一个叫薛丹丹，一个叫秦西西。这两个人呢，有各自的强项，又有交叉优势，所以你跟……再简单一点。OK。好，再简单点啊。编辑部里面还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呢，都姓李。姑娘，你哥是不是叫乔金帆啊？是啊。难怪了。等一下，壮。哎呦，我又不是不想听，你也知道的，人家头大嘛，从小逻辑思维就不好，记那么多东西，哪记得住啊？我就知道会是这样。我一会儿回去给他们每个人拍张照片。然后我再做一个人物关系表，回去做个评估，晚上发到您的邮箱。您看这样行吗，焦总 ？Great， 这样呢我就放心了。我现在算是知道我哥为什么要你当他的左右手了。创创真是太能干了，不如你直接告诉我，整个杂志社搞定谁最重要？夏婉晴。他？因为整个杂志社。除了万华之外，夏婉晴是唯一真正干事的人。万华你是不用担心，他自己可以搞定他自己，所以最难搞定的就是夏婉晴。怕了？我怕什么呀？区区一个夏婉晴，有什么难的？不过这场戏呢，你还得帮我演下去。不去告诉我哥啊。等我接手杂志社的那天，陪我一起去。那我留你哥一个人在乔氏对抗来雪。小姐，我不能陪你在杂志社玩一辈子啊！哎呀，我哥啊，太主观了，一个来雪，有多可怕啊？你想象不到的可怕。把文件放桌上，你可以走了。来，喝杯咖啡。怎么是你啊？我还以为是秘书送文件呢。怎么了？我刚才听你的口气，好像不是很友善呢。秘书是掌握你一整天工作流程的管家，让他崇拜你、敬畏你，他自然就会把工作做到位啊。那也是乔氏派给我的。那又怎么样啊？收服乔氏的每一个员工，是你跟我的工作之一。小雪啊，名义上我是凌天计划的负责人，但事实上，每个协助我的人都想落井下石。这是少年得志必经的路，受不起白眼的人是很难有大成就的。如果只是眼睛盯着我，反正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我不怕别人说闲话。但是现在，有一双手紧紧掐着我的脖子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你说的那个人是乔金帆呐？不是他还有谁啊？以前我在华朗，虽然我只是一个副总，
但在工作上的事情，我是说一不二的。但是现在，乔金帆仗着自己是太子爷，又是我的顶头上司，处处刁难我。一边说公事公办，一边又压制我的资金，让我寸步难行。哼，这个项目是令乔氏翻身的大好机会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所以我想，乔金帆会有这些动作，为的就是想要激怒你，让你失控，然后再找个机会把你给踢掉，把这个项目据为己有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忍。林天，你有的是才华，他有的只是身份，他到头来还是要求你的。来雪，谢谢你提醒我。而且这个乔金帆，他为了不想让爸安排明娇进入乔氏跟我学习，他前几天还联合奶奶把夏晚晴的杂志社给买下来，让明娇当老板。是吗？这个明娇啊，她有钱买杂志社，却没有本事管理，还问我该怎么做。那你打算怎么教她？最起码，我要教会她怎么当夏晚晴的顶头上司。你看这。作为名人上道的总编，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是一个新的人事变动。因为我们杂志优良的业绩和销售量，我们现在被高价收购，这就是我们的新的老板，乔氏集团的乔明娇小姐，她的副手创少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我第一天和大家开会。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我们杂志的转型。现在呢，你们每个人手边都有一份时尚类杂志报刊读者的调查报告。那么这份报告显示，40%的读者月收入在2000到3000元之间，他们的家庭收入在5000到8000元之间。其次是月收入在3000到4000元之间，家庭收入8000到1万之间的这些读者占到了30%。那以国内非常有名的2本时尚杂志《新薇》和《瑞丽》来做例的话，他们的读者月收入只有3000到4000元之间，特别是《新薇》杂志，他们的读者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。但是现在，我要你们把这些数据通通忘掉。今天我们的杂志要重新起航。杂志靠什么吸引读者呢？当然是内容。我们应该去引领读者的兴趣，指导他们，带领他们，给他们开启一扇新的门，去了解新的生活方式。这才是我们杂志应该有的态度。简单的来说呢，就是每个人，不管是谁，第一眼看到我们杂志的时候，第一感觉就应该是当时就震惊了。我就是要这种震惊感上课。所以忘掉读者，做我们自己。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直接提出来。不考虑读者的要求，一味的求新求变，会不会跟市场脱节呀？现在国内一些时尚杂志，大部分都是和一些国外的大刊合作，就算不直接合作的，也是照搬呢、照抄了。现在市场上充斥的都是这样的杂志，你买1本跟买10本完全没有区别。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和市场脱节。我觉得任何的合作都是需要时间的。那我同意您刚才提出的，需要新人、新事、新作风。但是您说的创新的那些，以我的理解是，我觉得，乔总，您是想说不要过多的去照搬和模仿其他杂志，要做出我们杂志自己的风格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万总啊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至于跟市场脱节，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，并不是不完全去考虑读者的要求，而是不被读者牵制住，变主动为被动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大家日后如果不敢直接和我沟通的话，也可以把你们的意见和创少交流，他会在消化之后汇报给我的。创少从今天开始是要每天在这里上班吗？啊，他会跟我的上班时间。领导，今天的会就到此为止吧，你觉得呢？不行，我现在还斗志昂扬着呢。这样吧，既然我们杂志要重新开始，就得改一个给力的名字。我决定，今天下班之前，每个人交给我3个新名字。金云啊，凌天计划，你给莫凌天和来雪的权力太大了。还有，这个项目的前身是华朗的，自从老太太批准了华朗加入20%的股份以后，我就觉得这是个潜在的隐患呐。没有问题。银行那边都是靠这个项目才会把按揭的利率优惠到最低的，所以呢，我对凌天和来雪非常有信心，没问题的。直白点说吧，我们觉得他这个项目的透明度太低，我和肖铮呢都不踏实。怎么会呢？你们一个掌桥市的商场及商务大楼，一个掌桥市的国内住宅项目，比我这个管海外业务的人，应该踏实多了吧？啊？那倒也是啊，我只是觉得乔董业务繁多，怕分不了身呐。你放心好了，就是赵后帮不上我，金帆不配合我，还有来雪跟凌天。好，财务这边，我们的磨合出了问题，对你的发款会有影响吗？凌天计划第一笔启动金，就缺他们2个人的签名。还有问题吗？老板都是对的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乔董启用这帮年轻人，乔氏才有崭新的面貌。下班后，我会把签好的文件转送财务部。我也是。乔董，有人找。有预约吗？告诉他我在开会。是个很重要的人。凤仪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打扰你开会了吧？没有，让他们先开。好多天没见了，你不想我吗？我想啊，我怎么会不想你呢？要不是这2天公司事多，我离不开，不然我肯定去找你了。还有啊，现在这个项目是来雪及凌天带过来的，我不能够分心的。那你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。你说到哪里去了？哦，对了，我让赵浩带你挑珠宝，你挑了吗？怎么，这算是你对你失约的一种补偿吗？凤仪啊，你不想挑的话，也别拿妈的事情来说，好不好？我今天来就是要问清楚，妈80大寿那天晚上，你是不是真的喝醉了？乔继云，你就是想骗我，麻烦你把故事编圆了，漏洞百出的，只能让人笑话。我不是想骗你，我是不想伤害你。你伤害我还少吗？是你让我换衣服，坐在家里等着你的。你出尔反尔，你把我们母女俩当成什么了？凤仪啊，这里是公司，有什么事情回家再说吧。如果今天我不来公司找你，你是不是还想躲着不见我啊？凤仪，你到底让我怎么做才会相信我啊？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？哼。
不必了，我自己有眼睛会看的。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亲他、抱他、送他上车，那画面真是感人啊！连我都差点被你们的幸福所感动了。你全都看见了。既然你不来接我，我只好自己亲自去了。凤仪，那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它比较复杂一点。你给我时间，我慢慢向你解释。能有多复杂？不过就是你没有选我，选了他。我当然是要选你。我想等妈大寿之后，我会找我妈好好谈谈的。你多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20年前你说需要时间，20年之后你还是这句话。我问你，一个女人的一生中有几个20年？我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我等不起了，我也不想等了。凤仪，我知道我不好，我伤害了你。你要什么的话，我都可以给你的。我要的，你能给我吗？我想堂堂正正的嫁给你，我要我的女儿堂堂正正的姓乔，这些你都能给吗？乔继云，你别再骗我了！凤仪，你放手！够了！你放手！你别这样！你先放手好不好？你听我说。凤仪，你流血了。我的死活不用你管。凤仪，别这样，冷静一下。凤仪，凤仪。妈。啊，乔老太，您来了。怎么样啊？没事儿。他刚输完血，医生说他没什么大问题。哦。听到这个答案很失望吧？如果你是来打压我妈的，我会让医院的保安请你走。来雪。你还真是挺孝顺的啊！医生说没事儿就好，别担心，好好养着。好。在乔氏办公室出了事儿，我总不能不管不问吧？妈，这里有我看着他就行了。你身体不太好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季云，有些话。我想单独和乔老太太谈谈，可以吗？那你们就出去吧。妈，乖，你先出去啊。妈，那我就在外面等，有什么事情叫我。去吧。乔老太太。您坐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躺下，躺下就好。真对不起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出了这样的意外，还让您老人家来医院看我，我向您赔罪。这些话你就不用说了，人毕竟是人，有些情绪啊，是需要发泄的。今天我躺在病床上。做了好长好长的一个梦，我醒来突然发现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真的太累了，累得已经没有力气再计较什么了。妈，现在就我们2个人，有些话，我想也不怕说开了。为了季云，我斗了一辈子，也苦了一辈子，把来雪也给拖累了。我不想再争了，一切都到此为止吧。我不想再去争所谓的名分，我也不想再计较公不公道了。有些事是注定的。人活了一辈子，争来争去，到
后来也不过如此。生死只不过是一线之差，命中有的总会有，命中没有的争也没有用啊。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我是肯放手了，心也死了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就是来雪。不管我千般万般的错，来雪终归是乔家的血脉，是季云的亲骨肉，也是您的亲孙女儿。我只求您给她一个希望的将来。她从小就跟我吃了不少的苦，我不想因为我的错毁了她的一生。乔老太太，我求您了，真的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我只求您给来雪一条路走。我这个当妈妈的，什么都给不了她了。我可以永远叫您乔老太太，但你能否让我的女儿叫您一声奶奶吗？我求求您了。我答应你，来雪也是我的孙女儿，她以后跟金帆和明娇一样，叫我奶奶。谢谢您，谢谢。哎，今天找你们二位来啊，就是想跟你们说说关于来雪要回咱们乔家这件事。虽然她从小呢是在外面长大的，但是毕竟继承的是咱们乔家的血脉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应该给她一个机会。我们不是要等爸爸回来才表决吗？等他回来，他都搬过去了，还问他干嘛？不用理他。那你们两人是什么态度啊？其实我跟来雪的话，在国外就已经认识了。我觉得他人挺好的，没什么问题，我无所谓。哎，这我无所谓，这是什么票？这是赞成票呢，还是反对票啊？原则上嘛，我赞同。哎，你呢？我反对。如果他回来，我马上走。那你是想让你爸永远不回家是吧？你还觉得咱们这个家不够乱？其实啊，我知道，最重要的那一票不就在你身上吗？你故意要我们来，就是可以聊聊天，是不是？嗯。好了，不要让我们久等了，开票吧，美女。我是不想让你爸爸呢有太多的离心，所以呢，我是同意给来雪一个监察的机会。什么意思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以后咱们家呢就多一个人，你们做事儿说话都要想清楚了，最好呢是可以尽量顾全大局，不要做什么口不对心的事儿。奶奶，我肯定会顾全大局的。嗯，我知道。我可不能保证我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。哎，这个臭小子！笨女人，笨女人，又在干嘛？赶紧回复！笨女人，笨女人，又在干嘛？赶紧回复！我现在在你家门口，马上开门。那你等着吧。喂。我现在很想骂人，快让我骂一顿！神经病！谁惹你去找谁？我不单是神经病，而且我火气还很大。我看你火气是够大的，
先是烧到谢创那儿，现在又烧到我这儿来了。跟谢创有什么关系？你别装傻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不就是谢创阻止你去夜总会泡妞，你就把他开除了吗？你就是这样对待朋友的。你别再打给我了。我什么时候去夜总会了？上次开会的会议记录呢？马上，正要送过来。明天要拍的那个杂志的封面。没问题，效率高，非常高，非常快，效率非常快。哎，创哥。哎，哥，你不是说你的腿断了吗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结实都好了。哦，我很关心你，关心就行，不用看，看看吧。不是，别啊！不是，没事的。来，哎，就看一眼，就看一眼。别看了，来，别动，不合适，这人太多，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？哎呦，累死我！你腿不是折了吗？你不能怪谢创，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我。是不是？哦，新东家？不是我，怪不得最近那么轻松啊！那都是老大对我好，谢谢老大。谁是你老大？乔老大吗？你现在是我的员工，谁是你老板？你，乔总。哪个乔总？不是，就是乔老大，焦老板。哎，小刘，拿点水过来，小刘。我想我还是看一下，看看你的腿是不是真的。来，让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没装假肢。别动啊！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？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，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。火辣辣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，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。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，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，留下来。奶奶，早上好。哟，这当了编辑部的社长了，跟以前是不一样了。以前就没下来陪我吃过早餐。从今天起啊，我每天都陪奶奶吃早餐。那说话要算数哦。我当然说话算数了，不像某些人哦。某些人，金帆。奶奶，今天晚上有个惊喜要给你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说了啊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的首席按摩师娇姐会给奶奶1个小时的免费按摩服务。你怎么出来的？刚才铃铛没响啊。
当然没响了，因为我早就起来了。啊哈哈哈！你系铃铛的时候，我就在后面看着。还给我，快！奶奶，今天晚上就等着免费帮你按摩1小时哦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奶奶，他作弊不算。赖皮呀你！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呢，有人跟我打赌，说我今天早上起不来，然后呢，我又说他起不来，我们的赌注就是免费帮你按摩1小时。那你们2个人如果都要赢了或者输了呢？那我这1个小时的按摩就泡汤了。哎，不会，那我们就会每人半小时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但是今天他输了，所以你好好等着吧。今天晚上好好做，不要让我们的客人投诉你，不要被按投诉。就按，给奶奶按摩，我最开心了。来，奶奶，拿着这个，等着领取你的奖品。我去上班了。想要对你说，看天空。